大家早早，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31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，我是洪敏珍。是今日这个体育比赛，因为真精彩啊，请咱的观众朋友继续替咱的选手加油。过来，咱来关心天气，今日天气无讲介稳定哦。下晡中南部下雨会落愈大阵，到阵来去看温度。今仔日呢，受西南风的西南气流的影响，中南部地区过昼这雨会愈落愈猛，特别是南部地区有一寡所在爱特别细致，会有大水雨。因若伫咧北部甲东半部地区，三不五时会有低阵雨，也有机会出现雷公雨。伫咧温度这部分，今仔日湘北、桃园、苗栗、花莲、台东，计共6个县市拢会到高温的顶峰，有机会超过36度。因若未来1礼拜会受到这个西南气流甲低压带影响，天气加真无稳定。中南部的雨水会足高，因若北部甲东半部也拢会落雨，爱特别注意，会常常上大雨，但雷公也搁有爱细致会有强阵风。随着台湾附近的西南风明显的增强，清晨以及到上午，南部地区的降雨趋势是明显增多的。气象局有讲，礼拜六、礼拜日2天西南风增强为西南气流，各地由原开有低延时强降雨，中南部地区恐见有大雨大水雨，尤其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大水雨等级以上。到下礼拜日，部分模式显示台湾附近西南风依然增强，部分模式显示西南风有减弱的现象。综合研判，8月初1到初5，西南风甲低压带影响之下，这方面中南部水汽较济，北部有短暂阵雨、雷雨，民众爱细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的报纸看什么大代志？咱家乡亲到阵来去看报纸。先来讲联合报，台铁道路股事故发生到暂时已经满4个月。进攻伫咧新北市空仔寮有一搭工地，强调是安全的工程，不过围篱煞干达围一半。台铁宜兰线的铁基路就伫咧边啊。所以记者佫发现讲有类似有安全记录的案件，唔哪一件。佫来讲自由时报。香港国安法头一件案例是今年24岁被告唐英杰，伊伫咧去年7月初1骑奥多麦顶头插有写“光复香港时代革命”的旗仔去弄警察，前一阵去互法院裁定，讲伊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、恐怖活动罪，这2条罪名拢成立。法官昨是判唐英杰爱入狱服刑9年，吊销驾照10年。再来讲《中国时报》，香港政府针对18岁以上永久居民到这个新来到香港的人士发5000港票的电子消费券，明仔就先发2000出去，下资价会当领的大约有720万人。因为最近香港店家有到电子支付系统的就加1.3倍。再来，咱来讲国内疫情。昨咱有21个本土个案，4个带病入境，无死亡个案。因为嘉义县是一捆头逼出9个确诊，全台湾上多。原来是工课场所集体烧化，这感染源讲有可能是确诊的人内底有一位伊捌去台北和人聚会。国内新冠本土疫情，礼拜5、30新增加21个本土病例，个案分布以嘉义县9例上侪，过来是台北市7例、新北市4例、高雄市1例，无新增加死亡病例，已经连续3天无死亡个案。本土的病例21例，居隔阳性有8例。那这里面大概还有我们是有2例的关联不明，那1例疫调中。指挥中心表示，嘉义县病例数侪是因为某一个工作场烧化，累计已经有11个人感染着。上早确诊的指标个案是按15743，后来对伊的工作场人员进行采检，后续发现有7个同事，也甲2个感染个案的家属确诊，其中有40多岁男性也未有暗号，因为抗体检测是阳性，也有北部旅游史，按算应该都是感染源。从它的一个抗体的阳性跟相对的 CT 值相对的比较高，那研判起来有可能是从它这里过来的。另外，指挥中心也公布，这礼拜境外移入个案当中，病毒基因定序结果，拢总验出7个Delta印度变异株，也加1个阿尔法英国变异株，其中1个40多岁男性，捌伫美国注过2剂 BNT 疫苗，等来台湾了后，也是阳性确诊。他在美国期间是在6月8号跟6月30号都分别有接种过1剂的 BNT 的疫苗，那所以入境的时候我们采检还是有
发现这个 CT 值26的一个 PCR 阳性的一个情形哈。经过统计，目前国内累计有42例 Delta 印度变异株，其中30例是境外，12例是本土，拢甲屏东群聚有关。若是伫疫苗注射这一部分到29为止，累计已经有782万6000多人完成注射，疫苗注射率是31.86%，接触人口比是33.32%。但是中坦白讲，即马有疫苗都爱赶紧注，未来确实有疫苗将会较安尼情形。另外，对想要注莫德纳的民众，现阶段是敢若规划好爱注第2剂的人先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各位，咱来关心目前国内本土病例数，昨咱增加21个本土个案，因那即阵台湾计共加起来有14343个本土个案。来看各县市的病例数分布。即阵伫咧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的县市有新北有6787例，台北4800例，超过200例有桃园782例，苗栗549例，基隆313例，彰化272例，台中206例。另外，昨咱无增加死亡个案，那遮的数据拢是今日早起疾管署上最新的资料。来讲，嘉义县市呢，已经有40几天拢无出现确诊个案。不过，伫咧29下晡，嘉义市宣布新增加一个确诊。伊上班的所在呢，是伫咧嘉义县的水上路尾，经过调查，佮查出9个体检了后阳性确诊。所以，嘉义县政府即马毋但要提升防疫的管制，也设5个体检站，希望甲疫情控制掉咧。一位住伫嘉义市、伫嘉义县水上乡工厂上班的男子，去病院照胃镜，体检的时阵发现确诊，消毒人员赶紧照伊的脚趾展开清洁消毒。7月28号到医院做快筛，才确认是阳性的时候，我们进一步再做 PCR 的检验，那在确认为阳性之后，马上收治到嘉义市的专责医院。嘉义县卫生局对这间工厂的人做体检，其中有7个人确诊，而且因为家庭传染，佮拖后2个人。卫生局表示，看病毒的数量，判断是拄开始的传染。这些疫调发病者的日期，包括所有的 PCR 检测的数值来做研判。这个案子应该是刚刚开始的感染事件，所以一开始就被我们发现跟掌握。那我想请大家不要过度恐慌。嘉义县卫生局表示，工厂的疫调有找到1名员工有抗体的反应，伊嘛有台北万华地区的接触史，判断可能是感染源。嘛呼吁民众若是脚趾顶塔，拢会当利用体检站做检查。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。因那伫咧高雄，昨是增加一个确诊个案，伊是一个民众去旅馆甲朋友聚会，即马加起来计共有4个人确诊啊。市长陈其迈要求民众，准若无必要就莫聚会。因那高雄警方也小连续3天去稽查旅馆，正是佮撞到2件违规群聚的案件。麻烦铁门拍开诶！警察来到路德中山路这间民家厝，因为厝边检举才吵吵闹闹。现场厝主讲，伊甲朋友拢总5个人咧开讲，毋过行到后壁，却发现佫咪3个人。警察马上开单罚6万。恁家阮巡逻拢来过2、3甲恁讲啊，讲莫搁安尼，莫搁考一个人家啦。即马高雄严格禁止无必要的聚会，因为这几天出现4人确诊，发现有人小连续伫4间旅馆甲北部的朋友聚会见面，所以警方到暗时就出动各分局，到摩铁路、民宿甲旅馆拢总稽查197间，看敢有违规群聚。超过50人，迄个规定啦，就是讲内底嘛袂当所谓的那一种违规的群聚，好比讲到头拄仔我咧讲的吼，迄个毒品轰趴这种是属于违规的。南来北往的这种这个感染的几率还是有，不是没有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室内的聚会，那假如有不必要的这个南北的移动所带来的这个感染的风险，那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做一些限制。虽望无查到违规，警方要是希望，若是民众聚会，业者会当主动通报，若无就会处罚。市长陈其迈嘛呼吁民众减少无必要的聚会。记者陈嘉文、刘维哲高雄报道。
用母语拍电影展现多元的议题。公司台语台去年有办第1届微电影的评选活动，有买我200件的作品来比赛。那第2届比赛伫咧新历8月初1特别正式开始，这回有增加台语特优奖甲演员奖，希望大家继续用母语写出精彩的故事。暗国家走白路。随你食，随你暖。侪侪人做囡仔上介意耍的暗国家，原来大汉以后，日思夜梦要走找，其实就是家己。这是公司台语台去年第1届微电影3分钟短片评选活动专业组首奖的作品。拍开心内的目睭，看到天头的感动。拍开心内目睭，用耳仔斟酌啊听。公司台语台今年第2届微电影活动，无分专业或者是一般组，特别增加台语特优奖甲个人表现奖。比赛影片共款3分钟，首奖奖金20万。愈短短片会当互人发现，这是无简单的代志。台语台希望台语人会当来创作台语的微电影，较侪人来看到少年人的才华。毋若要鼓励创作，也培养台语人才。这届评审团的阵容也不哩大，包括电视剧《火神的目屎》制作人唐成营、电影无声剪接师苏培琪、李江曲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鸿辉，也阁有调过侪电影奖的地文堂导演，甲电影《当查甫恋爱时》的导演。咱拢爱用心去感受你的生活。那这样创作出来的东西就是上精上水的，会当较自在去用这个家己生活的语言吼，我感觉这是对创作非常重要的代志。8月初1开始评选，欢迎大人囡仔斗阵每一个用台语拍出好故事。记者民警林学凯台北报道。伫咧日本当地疫情，即马是拖甲真厉害。伫咧2到7天，就超过1万人确诊。伫咧 Tokyo 甲卡纳加瓦确诊的人数拢个冲起来破纪录。专家就预测，到8月底，单单 Tokyo 就有可能达日超过1万人确诊。反对奥林匹克的团体就认为讲，这拢是因为奥运所造成的，因是去首相的官写抗议，要求就爱取消奥运。夹着抗议票务反对奥运的民众，组织伫日本首相官邸头前，要求停办奥运。专家预估到8月底，敢若是东京每一天确诊人数都有可能超过1万人。这和反对奥运的团体认为是办奥運才和疫情拖这么紧。今、3000人超えるそのコロナの感染者が出ている中で、今オリンピックが行われています。で、これについて、日本で最高責任者である菅総理大臣に対して、もうこのオリンピックやめてくれと。虽然东京宣布进入紧急状态，不过因为无强制效果，加上疫苗注射比例只有21%，在22到254天连续假期之下，民众外出甲自产增加真济。甲伫奥运选手村的相关人员不准甲外界接触，超过8成选手甲工作人员拢已经注疫苗，佮逐工体检。和奥运办到即马已经完成超过27万届的体检。选手村内底甲外口的防疫政策，因讲是差真济。即马在了全国疫情严重，日本中央要为8月7日开始，和大阪、千叶、新内川甲基玉嘛进入紧急状态，毋望会当控制疫情退烧的速度。国际新闻，台视同朋友。下半晡的天气，咱甲乡亲到店来去看气象资料。一个北部温度上低27度，上悬36度；一个中部温度上低26度，上悬33度。再来，伫咧南部温度上低25度，上悬29度；东部温度上低25度，上悬34度。金门、平遥、马祖27度到34度。感谢观众朋友收看，我是敏珍，明仔载同这个时间，咱再会。